各位想上車嘅朋友注意啦！置業家今日同大家推介一個超抵買嘅村屋單位，288萬超低門檻上車，唔使捱貴租，自己物業即刻擁有。呢間村屋單位係中層連露台，約700尺，格局超實用，2房大廳1廁，空間闊落。連埋個實用露台，視野開揚，冇附近樓宇遮擋，望出去係開闊嘅村景，夠晒寫意。屋入邊仲有3相電，就算屋企用大電器都唔使驚跳掣。交通方面完全唔使愁，樓下就有通宵小巴，深宵收工都唔使驚冇車返屋企。重點嚟啦，仲有100蚊印花稅，真正低門檻上車。對於首次置業嘅朋友，大大降低咗負擔，輕輕鬆鬆就可以擁有自己嘅安樂窩。心動嘅朋友千祈唔好錯過，快啲聯絡我哋置業家睇樓啦！錯過咗可能下一口價唔止呢個數價啦。如果想留意更多村屋新盤，記住 like 咗條片 ，share 俾你班 friend，再 subscribe 我哋置業家個 channel 啦。